日想同大家咧拆解一下咧祖先牌位嘅迷思。有好多朋友仔咧就問我：師傅啊，其實咧祖先牌位咧係咪可以多過一個嘅咧？係嘅，其實可以多過一個嘅，就好似我哋住屋咁樣啦。可以話啊，香港有層樓，紐西蘭有層樓，大陸有層樓，美加有層樓都可以嘅，冇問題。咁另外咯，咁祖先牌位係咪要擺喺風水寶地嘅地方啊？冇得揀就冇得揀啦，有得揀嘅話，梗係擺喺呢個風水寶地嘅地方啦，啱唔啱先？好啦，咁擺喺風水寶地嘅地方，需唔需要祭祀嘅？如果擺喺風水寶地嘅地方又冇祭祀嘅話，咁咪差好遠啊嘛！好啦，嗱，記得3個重點啊嚇。第一個重點就係話祖先牌位可以多過一個嘅。嗱，第二就一定係擺喺風水寶地嘅地方啦。而第3係乜嘢啊？就係要祭祀㗎，係必須祭祀，越多就越好。咁所以啦，祖先有力，家庭根基就穩固咯，好冇？嗱，下次再同你分享多啲小知識，拜拜。